知廿四係乜嚟㗎？由06年開始到依家，24秒玩最地道 hip hop，證據確鑿香港 hip hop 唔止一對龍虎，佢哋咁紅要多得智雲大師照顧。冇眼鏡唔認命，唔肯睇佢哋台戲。喂，衰仔，咪講就嚟冇米啦，阿比。牛皮燈籠點擊唔明，俗稱一條懵丙。我上 YouTube 睇張耀成都唔講試聽傅榮，上飯局食個飯，阿老闆話唔得閒，實情係約咗馬士，但係歐陽靖同埋山番一齊支撐，吳彥祖爭住幫我哋埋單。Revolution 風雨同道每一個難關，狂人1號唔扮失誤，用呢個速度繼續 flow。要 rap 要操呢一個態度，我唔想 let it go。一係唔做一做就係要做到最好，一係唔玩一玩，梗係要玩到最 pro。從來冇諗過喺音樂身上邊攞着數，音樂為我帶嚟嘅快樂係用錢買唔到。照做我照做，大家行自己條路。Hip Hop 帶領我遊遍世界每一個角度，從 East Side 直落嗰啲收，南極到北。